文安里为了关怀里内的长辈，对2年前就开始伫关怀据点增加长辈共餐的活动，一礼拜3天，现在参与的人数已经增加到50多人。伫文安里发展协会甲志工的支持之下，里内除了共餐以外，也安排了各种丰富的课程。这届圣诞节，里长也特别安排了一场小型的成果发表会，除了展示社区长辈学习的成果，这也是希望长辈未来会使行出社区来表演。今仔日就是咱的成果展，咱的文安的关怀据点2班的成果展，我们的长者的即款，大家足欢喜，要接表演的。我即摆连工要拜托少侠甲阮带出场。咱若分局呢，分局顶迄边有活动，也是咱议员、周立金议员、宋议员有活动，阮遮长者呢，这拢实本实了的呢，这拢是真本真了，安尼伫遐呢，安尼拍摄出去，豆打出去，伊即摆做足欢喜。共餐除了有文安里的民众参加以外，周边附近的里民也共同加入，里长也拢无拒绝，拢非常的欢迎，就是希望大家亲像一家伙仔共款。这也互与会议员周丽珍甲蔡淑惠拢非常的肯定。但是呢，阮的长者是里长啊，安尼行人愈济呢，咱公司袂堪你。我来讲讲咱文南呢，咱的社区，咱的里办公处后头真在，所以呢袂倒啦，会愈做愈好。有足侪其他咱的外里呢，隔壁里拢会遮参加，参嘛阮2个来，因为咱咧做咱的口碑。物件愈做好愈好，品质愈好。所以呢，长者呢，特别阮遮志工，大家呢服务真好。里长足用心的伫即个长者共餐的当中，伊希望讲咱的长辈不只食了健康，还佫食了好。所以伊已经有的经费，事实无法度食足好，但是就是像伊讲的。伊后壁有一个足大的后盾，就是咱文安里的后头厝足强的。所以阮的社区发展协会，佫有足侪阮地方非常热心的人，大家拢佫出钱佫出力，希望咱的长辈来到咱这个所在用餐的时阵，会当有取到食好、食健康，佫有食着温暖。尤其是咱里长伯咧选择即个老师。拢是1等1的足赞的老师，所以咱会当伫食了健康以外，佫会当运动，咱的身体嘛对咧健康。里长也强调，看到每一个长辈面顶的笑容，这就是伊上欢喜的代志。阮的长者呢，逐工来遮呢，笑眯眯啊！里长看到心情偌爽，你毋知？看伊咧欢喜呢，长者咱伫遐足欢喜。所以呢，咱即个长者共餐呢，咱是迄个愈做呢会愈好。会中郡王西主会也赞助了共餐的餐费，甲里内环保志工的装备，这也互里长非常的感谢。警察局第6分局也趁这个机会向民众做宣导，希望民众爱注意交通甲自身的安全。但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。